今日係4月11號星期五 ，HKG 報今日推介同大家討論通緝犯許穎婷對家人嘅孝之笑話。古語有云：百行以孝為先。嗰班流亡海外嘅小黃人，似乎從來都唔知道孝字點樣寫。其中最不孝嘅，應該就要數到許穎婷啦。自己揀咗條不孝嘅路，但係又要一邊話自己不孝，一邊就繼續做不孝嘅事，仲要扮可憐，真係笑話。4月10號夜晚，許穎婷洋洋灑灑咁寫咗700字嘅感悟，回應父母協助警方調查事，恨文之心切，孝義之情浮於紙上。若果唔係有相當了解，仲以為係邊個孝女對父母哭訴自己做得唔夠好。開頭佢就寫住：喺成為一個流亡海外嘅倡議者之前，我係一個人，一個女兒。下文有提及，自從離開香港之後，我已經冇同雙親恆常聯絡，對於彼此每日嘅生活並唔了解，就連佢哋被帶走嘅消息都係記者朋友傳訊我先知道。既然選擇做通緝犯呢條路，同父母聯絡就已經係不孝啦。既然必須對父母不聞不問，而家父母只係協助調查啫，就跑出嚟發文話自己心酸愧疚，未能盡孝，令人感到極為虛情假意，不禁質疑到底係真係覺得自己慘，定係想借父母一事嚟扮慘博同情。2014年許穎婷加入學民思潮之後，喺香港大搞本土派嘅運動，後來去到美國麻省波士頓愛默生學院讀新聞系，喺美國期間公然支持港獨，否認中國人嘅身份。喺2020年10月宣布流亡美國，喺美國到處搞政治游說，要求美國政府制裁香港官員。2023年被國家安全處以違反香港國安法通緝，選擇行呢條路，得到做通緝犯嘅結果，將父母棄置於身後而不顧，就係不孝。最無恥嘅係寫出禍不及家人呢句話。當年黃人唔係成日詛咒警察要死全家嘅咩？有人提出禍不及妻兒就會俾佢哋追擊，而家點解拎出禍不及家人嚟做控訴啊？小黃人可恨之處在於喺香港係一副面孔，流亡到國外又係完全相反嘅一副面孔。喺香港非常激進嘅許穎婷，但係去到美國就變成乖乖女咁嘅樣。喺社交平台話自己唔敢經常就美國政治議題作出評論。許穎婷對特朗普怕得要死，因為清楚知道一旦自己對美國政府做出不利嘅評價，特朗普政府會驅逐佢出境。嗰啲曾經嘅遞刀者，而家成為用完即棄嘅棋子，冇咩好下場啦。今時今日嘅特朗普政府對以往嗰啲以所謂人權自由做其次嘅干預外國內政嘅道路，似乎已經唔感興趣啦。停擺 USAID， 暫停對衛生科研同埋大學嘅撥款，停止向 VOA、RFA 等撥款，冇預算冇錢。許穎婷等流亡美國嘅通緝犯，對於特朗普而言，仲有咩利用價值呢？曾經作為美國政府捅向自己國家嘅遞刀者，而家只能夠夾住條尾做人。講乜嘢直至睇見盡頭嘅曙光，選擇一條黑色嘅路，又點會有光啊？